连你的另一半都要慎选。那人和是什么？你选择跟谁一起走，你一定也有这种感觉，跟错的人在一起，感觉每天都在被消耗，情绪很累。你明明就没做什么，你也没做错，却一直觉得怀疑自己，好像自己被 PUA 了，永远自己都做不好。但是呢，当你遇到对的人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什么都是顺的，相处是舒服的，空气也是香的，你整个人的运气也都会变好。不管是爱情还是事业，我这一生真的看过太多人了。我也更确定一件事，不是所有人都值得放在你的生命里。朋友要慎选，工作要慎选，连你的另一半都要慎选。真的要学习被讨厌的勇气耶！你生来在这个世界上，不是要去讨好所有人。就算有人讨厌你，又怎么样呢？也有人讨厌我，我真的也是从小就是被讨厌到大。我也小时候就是被霸凌啊什么的。我小时候真的很在意别人的眼光，但我现在不是很在乎别人怎么看我。